相遇，作者奧大叔。奧大叔近日經常碰到一位老人家，呢個遭遇令我諗起年輕時嘅一個小故事。大叔當年就讀一間男校，同學經常聚喺一齊傾下偈、聊天。某一日，有一位同學向大家取經，問各位同學點樣先至能夠認識到每日朝早都喺巴士上邊遇到嘅一位隔離學校嘅女學生呢？咁當其時大家就七嘴八舌，出謀獻策。有一啲同學就話詐詐諦諦，話冇散紙搭車為藉口，走上前去結識個女同學啦。大家記住，當其時冇八達通或者電子支付工具嘅。咁另外一啲同學就話啦，望住個女仔笑，用微笑打動佢嘅芳心，仲有其他嘅計策等等。最終呢位同學好似都識唔到呢位女同學，因為佢冇勇氣踏出第一步。咁其實呢個都係情有可原嘅，畢竟當其時都年輕、怕醜、純情啊。人與人之間嘅相遇，奧大叔好鍾意胡思亂想。細路仔嘅時候，時時都諗喺呢個宇宙嘅某一個地球，會否有另外嘅一個我呢？又或者，如果我出生喺另一個國家，我嘅家人、伴侶、孩子、朋友同埋工作，會唔會都好似而家一樣呢？又或者完全不一樣啊？我嘅生活又會係點嘅呢？現實世界之中，人同人之間嘅相遇係一件好微妙嘅事。一個人跟另外嘅一個人偶遇，真係可能改變咗原有嗰個人嘅人生軌跡嘅。根據聯合國嘅資料，截至2022年11月15日，全球嘅人口達到80億，估算到咗2037年，人口增長將會達到90億。世界上邊有咁多人，喺茫茫人海之中，究竟係乜嘢能夠讓奧大叔遇上奧大嬸呢？若果遇上嘅係另外嘅一位，以奧大叔特立獨行嘅古怪性格，兩人嘅關係係咪真係可以長長久久呢？跟天主相遇，喺以前我會將上面講嘅人際關係解釋為巧合或者緣分。但係當奧大叔成為咗基督徒之後，先至明白一個人碰上另外嘅一個人，並唔係巧合或者偶然嘅，亦都唔係靠緣分，靠嘅係天主嘅計劃，當中特別係婚姻關係。基督徒相信天主會為每一個人都準備咗一個最好嘅計劃，儘管每一個人嘅計劃都不大相同。大叔喺不同嘅人生階段都曾經遇上天主，但係就往往擦身而過。例如，我曾經就讀天主教學校，亦都因為參加上世紀喺香港大球場舉辦嘅葛培理大型佈道會，而出席基督新教嘅查經班同埋聚會。可惜嘅係，當其時嘅奧大叔並冇因為咁樣而成為咗教友。
直到好多年之後，大叔因為追尋人生嘅意義，輾轉加入咗天主教，受洗成為咗基督徒。最初大叔以為係自己選擇咗基督信仰，喺慕道之後先至知道，唔係我揀選咗天主，而係天主揀選咗我。各位看官或者唔相信，基督信仰真係轉化咗奧大叔，由一個目中無人、脾氣古怪嘅中國籍男子，變成一個相對比較謙卑、友善嘅人。我經常都同奧大嬸講，自己已經善良咗好多啦，點知換嚟大嬸嘅揶揄，話大叔自己自吹自擂，根本毫無改善。不要錯失機會。原來當我哋遇上天主嘅時候，真係要牢牢咁樣把握住呢個機會。喺馬爾谷福音第10章46至52節之中有咁嘅記載，當中記載咗一個盲眼嘅乞兒嘅故事。當耶穌、門徒同埋一大群人經過耶利哥嘅時候，有一個盲眼嘅乞兒，聽講係耶穌喎，佢就大聲叫喊，要耶穌可憐佢，因為佢只係一個冇社經地位嘅殘疾人士。有好多人斥責佢，叫佢唔好出聲，但呢啲人無法阻止呢個盲眼嘅乞兒，佢仍然不斷叫喊，請求耶穌可憐佢。耶穌聽見咗之後，就叫呢個乞兒嚟到佢身邊。盲眼乞兒就掟下咗自己嘅外衣，跳起嚟，走到耶穌嘅前邊，並祈求耶穌讓佢重見光明。耶穌就咁樣同佢講：你嘅信德救咗你。呢個乞兒嘅眼睛立刻重見光明，可以睇到嘢啦。於是佢就跟隨咗耶穌一齊啦。喺呢個故事裏邊，我哋可以睇到呢個盲眼乞兒對耶穌嘅信德，佢排除萬難，鍥而不捨咁樣去祈求耶穌嘅醫治。只可惜年輕時嘅奧大叔就白白錯過咗好多次跟隨耶穌嘅機會。奧大叔希望以以下嘅禱告嚟結束今次嘅分享。仁慈嘅天父，大能嘅天父，感謝你對我嘅不離不棄。你召叫咗我呢一個不肖軟弱嘅罪人，但我對你嘅召叫並沒有作出積極嘅回應。感謝你冇放棄我，一再俾機會我同你相遇，並終於能夠領洗成為基督徒，讓我有機會得到轉化。主，我感謝你，讚美你，阿門。